由今日開始咧，就會正式引入無人機作市區嘅反罪惡巡邏，協助我哋油尖警區咧打擊罪惡，保障社區安全，提高前線警務工作嘅效能。我哋希望透過無人機嘅輔助咧，優化巡邏範圍同埋警力嘅配置，提升我哋快速應變嘅能力。第二個目標就係防止同埋偵破罪案，非常重視同社區嘅溝通，所以喺過往嘅一個星期咧，我哋喺社區咧進行咗全方位嘅宣傳工作，務求咧俾居民對計劃咧有更深嘅了解。